由台灣藝術家李玉生所設計打造的大利亞神像，在台南市美術館特展結束了後，行出去館外，所以神像規身軀啊，攏是燈光的效果。這個大型會當耍的這個藝術品啊，用大家實景的方式，前往台灣府城城隍廟來自駕，所以沿路看的民眾攏感覺真心實。這擺台南美術館所展出的“恁兜攏安怎擺”的特展，其中兩尊會發光的電氣神像大字爺，因為甲台灣府城隍展覽的空間做伙有這個機緣，所以講佇展覽結束後，館方規劃遊藝活動，甲下海城隍廟的亡靈做伙出巡。由藝術家李玉生設計大字爺，因為有燈光的設備，只要若光咧行，規身軀就會產生流動的光影，所以講被稱之為電氣神像。在七爺八爺的這樣子一個動作跟儀式下面呢，開發出新的陣頭哦，它的展演的這樣的一個形式。廟方甲台南美術館透過合作建立高背景的情誼，以更加藝術化的方式和宗教文化行入少年世代。年底閣要串聯古蹟甲藝文單位辦大型的雙年展，要將藝術行出美術館，並且深入都市的角落。